好，大家好，今仔日要来念《小王子》台语版的第21章狐狸的部分，来互大家听。好，小王子的第21章。即当阵，狐狸出现啊！熬早，狐狸讲：熬早，小王子真好礼来回答。伊回头过去看，毋过啥物拢无看到。我伫遮伫苹果树下骹，迄个声音讲：你是谁？小王子讲：你生甲足水的呢。我是狐狸。狐狸讲：来遮甲我做伙耍啦。小王子甲建议：我心情足歹的呢。我袂当甲你耍。狐狸讲：我还袂互人压落性。啊，歹势。小王子讲，毋过伊想咧又搁问讲：压落性是啥物意思？你毋是本地人吼？你咧找啥物？狐狸问。我咧找人。小王子讲：压落性是啥物意思？人有枪。狐狸讲：因会去拍蜡，所以真麻烦。因阁会饲鸡，这是因唯一有兴趣的。你敢咧找鸡仔？无。小王子讲：我咧找朋友。压落性是啥物意思？这是一件定定互人袂记哩的代志。狐狸讲：意思是建立关系。建立关系？当然。狐狸讲：你对我来讲，敢若是一个查甫囡仔尔，甲别位的千万个查甫囡仔拢共款。我无需要你，你嘛无需要我。我对你来讲，敢若是一只狐狸尔，甲别位的千万只狐狸拢共款。毋过，你若甲我压落性，咱两人就互相需要。你对我来讲，就是世界上唯一的；我对你来讲，嘛是世界上唯一的。我开始慢慢了解啊。小王子讲：有一蕊花，我想伊甲我压落性啊。有可能，狐狸讲，伫地球顶悬，啥物代志拢会发生。啊，毋是伫咧地球顶悬。小王子讲，小王子安尼讲，狐狸看起来真好奇，是伫咧另外一粒星星顶悬。对，迄粒星顶悬有人拍蜡无？无。真趣味呢，有鸡仔无？无。甘蔗无咧上头甜的啦。狐狸吐大气安尼讲，毋过狐狸佫继续讲伊的想法。我的日子真无局，我掠鸡仔，人掠我，所有的鸡仔拢生做共款，所有的人嘛拢生做一个样，所以我感觉淡薄仔无聊。毋过你若甲我压落性，我的日子就可比是物过天青。我就会知影有一款脚步声，甲别人的拢无共。听着别人的脚步声，我会藏伫土林；听着你的脚步声，就亲像听着音乐，我会对土林走出来。抑阁有，你看遐，有看着迄片麦仔园无？我无咧食芳，麦仔对我来讲无路用，麦仔园对我来讲嘛无意义，安尼足可惜的。毋过你的头毛是金色的，安尼讲起来，你若甲我压落性就上介好。麦仔是金色的，会互我想着你，我就会介意听风吹过麦仔的声音。狐狸点点，目睭金金看着小王子，拜托咧，甲我压落性。伊讲：我真想要安尼做。小王子讲：毋过我无偌济时间，我要去熟识新的朋友，要去发现新的物件。咱敢若会当熟识已经互压落性的物件。狐狸讲：即摆的人无时间去熟识别项物件，因拢直接去买生理人做便便的物件。毋过嘛无生理人咧卖朋友，即摆的人就拢无朋友啊。你若想要交朋友，就甲我压落性。应该安怎做？小王子问。爱真糜烂啦。狐狸讲：你先坐伫我边仔，坐较远咧，
像安尼，坐伫草仔埔，我用目尾甲你看。你莫甲我讲话，误会拢是话语引起的。毋过你逐工慢慢啊坐较晚咧。过顿工，小王子阁来啊。每一日共一个时间来较好。互你讲，譬如讲，你若下晡4点来，对3点我就开始感觉欢喜。时间若愈接近，我就感觉愈欢喜。到4点啊，我就心肝皮破菜，开始烦恼。我发现着是幸福的代价。毋过，你若话要来就来，我就永远无法度知影几点爱开始调整心情。应该要有固定的仪式。啥物叫仪式？小王子问。这嘛是定定互人袂记哩的代志。互你讲，即项物件，甲一工，互一工甲另外一工拢无相共。1点钟甲另外1点钟嘛无共款。比如讲，伫我住遮，拍拉的人有一种仪式，因逐礼拜四会甲村内的查某囡仔跳舞，所以拜四是上乐痛的日子。我会使一直散步到葡萄园，遐拍拉的人若是话要跳舞，就跳。安尼逐工拢共款，我就无通歇喘啊。所以小王子就来教狐狸教乖啊。分开的时间要到的时阵，狐狸讲：我真想要哭。这是你的毋对，小王子讲：我无想要互你伤心，是你叫我甲你压落性的。无毋对，狐狸讲。毋过你阁讲你真想要哭。小王子讲。当然啦，狐狸讲。安尼你嘛无趁着好康。我有趁着，因为马仔的色水会互我想着你。狐狸讲。尾啊，伊阁继续讲，阁转去看遐的玫瑰，你着知影，你迄蕊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你转来甲我讲再会的时阵，我甲你讲一件秘密做伴手。小王子紧走去，阁看。小王子紧走去，阁看卖仔遐的玫瑰。恁一点仔拢无像我的玫瑰，恁抑阁啥物拢毋是咧。伊对因讲，也无人甲恁压落性，恁嘛也袂顺服任何人。恁对我，就亲像较早的狐狸共款，敢若是一只甲千千万万的别只拢相共的狐狸尔。毋过我已经将伊变做我的朋友啊！伊即马是即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遐玫瑰看起来真无爽快。恁生甲真水，毋过恁是空虚的。煞落去，伊对因讲：无人会为恁去死。我的玫瑰，凊彩一个过路人，拢会叫死，伊甲恁生做共一款。毋过独独伊一蕊，就是比恁全部同齐搁较重要。因为我压的是伊迄蕊花，我放伫玻璃罩内底嘛是伊迄蕊花，我用炸病来甲伊炸风的嘛是伊迄蕊花，我种刺毛虫刣死，毋过会留2-3只互爷仔，嘛是为着迄蕊花。我听着咧嗨，听着咧分家龟，有时阵搁惦惦的嘛是迄蕊花，因为伊是我的玫瑰。小王子搁转来甲狐狸讲：我来走啊！伊讲，才来坐。狐狸讲，这就是我的秘密。讲起来真简单，咱爱用心才会当看互清楚。上界重要的物件，用目睭是看袂到的。上界重要的物件，用目睭是看袂到的。小王子搁再讲一摆，检菜家己袂记哩。你为你的玫瑰所消磨的时间，才互你的玫瑰变甲遐尔啊重要。我为我的玫瑰所消磨的时间，小王子搁再讲一摆，检菜家己袂记哩。人拢甲即个事实放袂记哩啊。狐狸讲，毋过你无应该袂记哩，你爱对你已经压落成的物件负责任，你爱对你的玫瑰负责任。我爱对我的玫瑰负责任。小王子搁再讲一摆，检菜家己袂记哩。